交通部長 Sean Duffy 喺星期二致信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TA 負責人 Janno Lieber，要求佢提供有關紐約市地鐵犯罪同埋安全計劃嘅數據，否則將面臨聯邦資金被削減嘅風險。Duffy 要求 MTA 喺3月31號之前提供一系列信息，包括地鐵乘客遭受襲擊嘅事件同埋逃票現象等。佢仲要求 MTA 提供來自所有來源嘅資金，如果 MTA 唔及時處理呢個問題，聯邦運輸管理局將採取執法行動，包括重新分配或者扣留聯邦資金。紐約市市長 Eric Adams 同埋紐約州州長 Kathy Hochul 已經採取措施應對地鐵犯罪問題。今年地鐵犯罪率較2024年同期下降咗接近27%，但嚴重襲擊事件嘅數量仍然比2019年嘅水平高出56%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